咁喺之前嘅一條片入面，我哋展示咗點樣測試策略。而家我哋試下用本地數據去優化佢。而家我哋呢度有回測嘅設定，按下優化按鈕，進入優化窗口。有兩種優化方法：暴力破解和遺傳算法。讓我們選擇我們需要的參數。但設計師允許優化 Patch-Urate， 這意味着可以運行幾個你想要交易的各種證券或金融工具，並找到可能最適合你特定交易策略的最佳選擇。而家我哋會逐個參數進行優化，以加快過程。這樣就足夠讓你明白怎麼做了。1號係咩嚟？單位是總體積，它也不會被優化。而家我哋有啲改變，我們至少不會優化變更。呢個係第一個指標嘅價值，係我哋可以優化嘅重要指標。假設期間，我哋可以將呢個位移改為20，即係需要改變幾多位移先可以得到某個理想結果。由10開始，結束於40，總共20。第一步，一切開始。咁優化似乎開始咗，呢度出現咗迭代次數，嗰度有停止同暫停嘅按鈕，可以隨時調整設定。咁我哋嘅策略喺一個參數上已經優化完成，所有結果都清晰地呈現在表格中。有很多參數可以理解，這是實現最大利潤的參數值、最優化結果的日期、最大回撤、最大回撤的具體日期、相對回撤，以及以百分比計算的最大回撤數據。咁樣等等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純利。可以試下按利潤部分排序。我們的淨利潤在參數40時達到最高，可以嘗試在策略中設置40的值，再進行測試。但總體來說，優化是這樣進行的。